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行，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德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主，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咱议员徛地，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灵亲像天灵。阮的这世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比勒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4篇，启应文第4篇，我来启，咱会将来译。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着的声，因我对你祈祷。上主啊，我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为你恳求，要听我。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邪恶你袂容忍。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讲白贼的，你要灭因。害人甲干杀的，拢是上主所厌恶。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我心存敬畏，你的圣殿平安。咱下头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的阿爸爸上帝，阮知影。你是创造宇宙万美的大主宰，我知影你创造关山大海，你创造大自然，你也特别创造阮人类，是照你的形象、照你的旨意来所做。你有甲阮每一个人有好的安排，但是最近世界有真济战事，有真济为着政治、为着各种军事的目的，将百姓、将你所疼的百姓。无当作人，阮恳求主，你会当教示阮，阮是干那爱听天父上帝，阮特别爱听阮的厝边，特别爱听阮的厝边亲像家己。阮恳求主赏赐阮有和平的心，阮有疼痛的心，阮会当学习你来听阮的厝边亲像家己。阮知影，阮软弱，检视阮有真侪阮的主观，检视有阮真侪阮家己的政治的选择。但是，阮知影，人拢是照你的形象所创造的。阮来尊重生命，阮来敬重生命。恳求主甲阮三甲伫地。阮知影，早起时保罗传道者去传福音，也受到各种的迫害。伊转所在，但是迫害的人军队到遐来甲因迫害。阮恳求主继续甲因伫地。保罗无论的，阮也无论的。阮会当听阮的厝边亲像家己，充满学习主你的听，做主你的学生。这是阮一只恳求，拢是照上帝、照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要吟的诗是《正天吟诗》。
咱真多谢圣歌队真好听的吟诗哈，正天的吟诗，咱全地嘛着大声来唱歌。这时，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5节，《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5节，是新约155面。17章第1节，因经过暗菲波利、阿波罗尼亚到帖撒罗尼迦，伫遐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平常的款，入去就近因。第3个安息日，因去圣经甲因辩论，开帖指明基督应该受害，对死人中搁讲，我所对恁传的耶稣就是基督。因中间有个受苦劝，就归我保罗西拉，搁有敬虔的希利尼人不止多，尊贵的妇人人也袂少。独犹太人怨妒，招加持的匪类军人，搅扰百姓，规群聚集，扰动通城，攻入耶稣的厝，爱掠因出来交互百姓，无拄着，就拖耶稣甲军人的兄弟送互地方官，叫讲：这个拍乱天下的人也到这。耶稣接纳因，这个人拢违逆该杀的命令，讲有别的王耶稣。众百姓甲地方官听见这，就惊吓。已经受耶稣甲其余的人的保障，就放因。对安尼，兄弟随时找保罗西拉，透暝去庇哩亚，两人已经到地，就入犹太人的会堂。遐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因为因注意受道理，逐日查考圣经，看这个事果然有安尼啊无，所以其中有侪人信，阁有希利尼尊贵的妇人人甲查甫人袂少。独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知保罗伫庇哩亚传上帝道理，就到遐摇动搅扰众人。兄弟两边找保罗去到海边，独西拉、提摩太犹原住遐。送保罗的人将伊带伊到雅典受命令，叫西拉、提摩太紧就近伊，就倒去。以上。这是讲道的题目是传道者的旅程。咱将时间交予柯永芳牧师。主人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带领，会当今日早起咱做阵来敬拜，也是今仔日是大神的主日受新人院的差派，来教会接纳，其实来请安。来到这个所在，看到我客气的老师、尊重的老师，西北站牧师娘，也看到我新人院我的学长，给我一届学长，这是丢山西牧师。总是阮师父伊爱叫我表兄，就是讲我的爸爸伊爱叫阿舅，伊的妈妈我爱叫阿哥，所以今仔日当去这个所在，也看到这些熟悉的兄弟，咱做阵来敬拜。好，咱今仔日真清楚，咱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传道者的旅程，传道者的旅程。这个题目，传道者。咱当去想象传道者，今仔是应用保罗传道的生涯。做是传道者，若是用一个角度来想，除了是牧师、宣教师，才在职的、才传道，也才工作者以外，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咱若嘛扮演一个角色，咱嘛是咧为主传道，咱嘛咧为主见证，
在咱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咱嘛是一个传道者，所以今日毋茫透过这个题目，咱一方面去担心伊的纪念主日，来关心这个学校，也透过今日的圣经节，咱搁一届来感谢历代的传教者、传道者、宣教师，伫咱的中间过去所付出的，也搁一届加做咱一个小小的传道者，咱每一人一个基督徒，也透过今日的圣经。今日的信息，咱互相来鼓励。好，咱今日的圣经节是引用《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5节。这段圣经是保罗宣告旅行的中间的第二次宣告旅行，第15章到18章中间的一部分。用今日所引用的圣经，暂时来抗拒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甲庇哩亚这个所在所宣告一小小的一段，都是用一段看因的所行所做，成做伊保罗整个宣道生涯的一个缩影。咱透过来看伫保罗一生传道生涯中的心路历程，嘛当互咱得到帮助。所以今日就是保罗写了伫帖撒罗尼迦甲庇哩亚伫个传道生涯中间的一个记录。你看传道者保罗，传道者保罗真清楚知家己的角色，真清楚知家己应扮演的使命，甲应尽的工作。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当保罗甲西拉来到去帖撒罗尼迦，来到去帖撒罗尼迦了后，伊第一项事就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至少伊只有3礼拜久的时间，逐礼拜。进入去会堂其个所在，来感恩耶稣基督，来传讲咱所信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表示讲，保罗其个所在进入去会堂。咱知犹太人的会堂是啥物？犹太人会堂就是民众时常聚集去迄个所在，检查有政府其个所在来讲起做爱注意的代志。做政策，做政令，但是除了这以外，犹太人的会堂，这犹太人时常爱去迄个所在，因为去迄个所在，咱互相谈论咱的人生，交换对人生意义、找人生无同款的看法，无同款的经验。所以我一句话来讲，这个所在犹太人的会堂，也就是人咧找找人生意义。找答案的所在，保罗真清楚，进入去会堂传讲上帝道，要人知人生的意义，人生所找找这个信仰跟人生活的关系。所以保罗到这个所在，就是传上帝道。后来保罗再来到庇哩亚，同款的动作，保罗又话进入去会堂。所以保罗就是真清楚知，家己传道的生涯，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为主做见证，传上帝福音。大家这个了解的一面，保罗传上帝道，圣经记载讲，当保罗去侍奉的旅程的中间，有得到最正面的回应。迄个正面的回应是啥物？就是伊所传的道理，有人接纳，有人相信；伊所传的道理，当有人接纳、有人相信的时阵，伊充满对上帝感恩。也用这个角度来讲，其宣教的旅程中间，伊所做的工有得到效果。所以咱看保罗圣经安尼记载讲，当保罗去帖撒罗尼迦的时阵，伊讲也有做人听了就顺叹。接纳保罗甲西拉所讲的，伊讲这个人有健康的希腊人，也有尊贵的福音人。表示讲伊所传的道理，所也的政治，有人相信，有人开始来跟地，有迄个效果。同款，保罗来到庇哩亚这个所在，虽然讲庇哩亚这个人，照人的理解，这个人较巧、较文明、较聪明，就是保罗伊往去遮做工。
或者人家欢喜甘心来领受这个道，然后其他来查考圣经。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要的政治有得到效果。所以圣经也描写讲，才有最相信的，有希腊尊贵的富人，也有查甫人。所以对这个圣经的描写甲记录，互咱看起，保罗传上帝的道，拄拄讲起有得到感恩、接纳、成果的一面，总是一体两面，有正面就有负面。所以咱继续来看起圣经内所描写，当保罗传上帝道这个路程的中间，来看起什么？看起保罗所传的道，有着福音的缘故，总是有人反击。有人去个所在，甲主动，甚至互保罗伫迄个心内有一个挫折。换一句来讲，保罗去个所在看不到迄个效果，甚至保罗受迫害。所以圣经描写讲，当保罗去帖撒罗尼迦时，也有一寡无要相信的犹太人心内怨妒。圣经描写讲，在心内怨妒的人，伫街头含火，组织匪类。高群激动，缭乱专区，唯恐天下不乱。为着什么？为着要阻挡保罗传福音的事工。甚至有一个家庭叫做亚顺，迄个所在无缘无故被卷入，因为因听伊讲，亚顺这个家庭，就是因为你好款待保罗，所以甲互保罗当去这个所在。这样放心来传道你。当然，圣经也来描写讲，亚顺这个家庭也受偷放，上帝也祝福因。所以同款，为了安尼，保罗去传道的中间，佢半暝不得不，因兄弟就甲找紧离开这个所在，去到隔壁庇利亚。做时来看圣经的描写，当保罗来到庇利亚时，原来去帖撒罗尼迦。这犹太人在保罗来去遐，伊无要放伊煞，继续追杀到遮来。所以圣经描写，这人以往来到庇利亚这个所在，扰动正百姓，为了什么缘故？为了要保罗传福音，为了要保罗传福音，所以圣经后来个描写，保罗佮继续往海边西拉铁路派游玩带去庇利亚。我想这是咱今日圣经内底所描写保罗传道生涯的一个路程。其实路程的中间，咱看一下，咱看到传道者保罗，其传道的生涯中间，这条传道的路程中间，伊有带来正面的回应，伊又得到一个负面的回应。我想，在历史的中间，宣告历史的中间。教会史的中间，对古早到今仔日，甚至咱家己身边有咱家己的亲人、咱信仰的前辈，有时咱嘛有这种的体会，有时咱去传道，为了做见证、服侍的过程中间，互咱得到一个感恩，得到成果；有时嘛会当互咱有一个挫折，甚至受迫害，这种的心境。这种的心境是保罗传道生涯这种心境，检测咱也会当渐渐去体会，也是咱现在有这种的心境。所以这种的心境，若是用罗马书第8章39到36节，保罗本身伫罗马书所写，咱来个做一个对照，保罗这种的心境是什么？所以圣经所写，之罪会当互我。甲基督嘅阶段，是患难吗？是困苦？是迫害吗？是妖怪吗？是赤身裸体？是危险？是刀剑？是战争？等等，这种嘅心境，正如保罗所讲，我哪纯要互人杀的羊，要人杀的羊，其实所在面对着真侪威胁。较艰苦，你要亲爱的姊妹，
保罗伫传道生涯中间，历代咱的信仰的前辈伫传道生涯中间，有时咱看到真侪阳光的一面，真侪，有时咱嘛会看到伊内底心内底真侪会孤单，最会艰苦，总是因行过来，总是因行过来，小咱因要继续行这条路，甚至咱今日经验人生经验中间，小咱继续咧行这条路。我想，一个传道者的传道生涯有伊的心路历程。我即句来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嘛有咱的心路历程，因为咱每一个人嘛是一个传道者，一个为着主见证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在咱的心路历程的中间，咱的心境有时咱陷入去迄种错综复杂、五味杂陈、高低起伏。有时咱受接纳、感恩，这些成果。就是得到最的鼓励甲掌声。有时咱嘛伫个烦恼、挫折、迫害中间，伫个所在，咱咧丢毒，咱咧唔知到底我所做的是甚么，到底我是毋是要继续？我想，这就是咱每一个人，伫咱心路历程，咱有时去经历。现在有人无经历迄种较负面的，咱感恩。总是有时人去得到迄个有负面的时阵，咱唔知要互相来体会。我想咱做一个基督徒，也是每一个传道者，伫咱的传道生涯中间，咱的心路历程。我用一首诗歌，在这中间的一句话来做注解。这句话讲啥？是讲我用北京语讲，伊讲浮躁就是放下自己的骄傲与梦想，学习顺服。好调是什么？好调就是放下家己的骄傲甲梦想，学习顺服。保罗有伊的骄傲的所在无？有。伊出世什么款的家庭？有什么款的身份？什么款的血统？受什么款的教育？伊有做伊的骄傲，伊嘛有做伊的梦想。当伊还未受主警调时，感觉伊的梦想是要对杀这基督徒，就是上帝呼召伊了，伊的梦想开始为主要做工，要确定宣告。就是当咱继续来看保罗的生涯，当然继续来看咱做咱熟悉伊个信仰前辈的生涯，做人就是放下因所有一切，放下，只有学习去顺服。除了保罗嘅传道生涯中间学习顺服，我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做咱的互相的勉励。一粒麦子，一条瓜。这个瓜的歌词来讲起，当咱像一粒麦若无落去土里，就有完一粒；落去土里就结出侪。一个传道还是咱基督徒就会可惜、会宝贝的所在，就是因为咱像一粒麦，就是有伊生命。有伊生命，有伊生命力。当有伊生命力的时阵，伊会当放下咱应该得的一些管理，互咱来成就上帝旨，互咱来成就上帝旨。我举一个例，我今日要读新来进前，大学毕业了，有工作走了8年久，所以后来到读新来。我的第2个工作。是去中华基督教病院，我会记迄年拄拄7月底，咱医生因几个团队转去到英国，所以伫8月初开始，将整个病院的经营交咱台湾人。我记迄个时阵拄拄8月初开始上班。当我上班的时候，我不是医生，我是负责管理。当我上班的第一天，我的主管副院长叫我去一间办公室，门关起来。伊讲靠线，我就要将两项物件交予你，过来你来执行。我讲什么物件？一本是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用手去写的一本册，一本笔记本。佮一本是一个银行的口册存折，我讲这是什么？伊甲我讲，请你拍开迄个密密麻麻的迄本册，
内底什么？内底足侪人的名，人的资料、人的足迹、人的名足迹啊，甚至生日，定一条，写足侪，搁一本一个存折，存折内底有足大钱啊！后来我才明白，咱的先去台湾，伊无领咱台湾的薪水，无领病院的薪水，伊领英国宣教士予伊的薪水。伊的薪水其实当时因为我负责行政，所以我拢知影大家薪水偌济。伊的薪水等于是迄当时病院内底住院医师的薪水，当一个院长，伊的薪水只不过是甲伊住院医师平等。所以伊无赛车，伊骑脚踏车。这钱是什么？这钱就是咱医生去台湾这段时间，若是有台湾人，还是有特别教会听伊，互伊红包，互伊钱，伊无落了家己的口袋啊，搁一个考证，搁一直考证，一直累积，到最后病院一条退休金要互伊摕转去，伊嘛无摕转去，落去这个考证。做啥物路用？原来咱医生去久的中间，20年、30年的中间，将这笔钱去帮咱去彰化市、彰化附近做善车的家庭，做善车的基督徒，做善车的青年，爱注册的时阵，将这笔钱交予伊，家庭有需要，将这笔钱分享给因。放下家己应得的权利，为着要成就上帝的旨。我想这种感动人的故事，一直今日中间足侪，甚至咱来遐行这条路，咱也去个所在，为着主的恩膏，咱放下。所以我相信，在咱人生的中间，咱做这个基督徒，其实上，在咱人生的这条路。无是，咱就是咧行人生走天路的这条路，实际上在咱环境的中间，不容易，保罗嘛不容易，咱人生嘛不容易，马太嘛不容易，咱的信仰的前辈嘛不容易，甚至咱若知影，咱若体会，咱就不容易咧行这条路。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歌词，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今仔咧行天堂这条路，今仔信仰的这条路，这条路内底有这侪刺配。但是咱想要继续咧行，还是咱即马蹲咧行，还是咱的信仰前辈一直鼓励咱讲，伊嘛行过，继续行。因为讲啥？因为讲有主甲咱三个同行，有主甲咱三个同行，所以咱就平安就喜乐。搬过咱一切的苦痛，搬过咱一切的反击，搬过咱一切受人的迫害。因为耶稣陪咱行，有伊的光照给咱头前，光一到，黑暗就无去；心底照头，心底黑暗就无。所以第23个故事其实讲，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其实人生的这条信仰的路的中间，有做烦恼，做试探。有咱人的软弱，有咱整个环境的变化，而烦恼试探的中间，有时咱碰到最无明，最危险。咱在这条路有时候咱行来崎岖不平，关卡卡，总是主甲咱修平咱的路，因为主甲咱三个同行，为咱这条路所有的当道，所以。这条路的中间，这条的路间，给咱信仰的这条路，我相信这条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咱坚持要行下去，咱的信仰前辈坚持行下去，不是一条易路，但是这个易乃是用北京话给改为一个字，上帝公义的义，咱坚持行下去。咱这条路不是一条真直的一条路，
有时咱就感觉结，咱就高山低谷，咱就石头，就是咱知，想咱要继续行落去，想咱要坚持咱的信仰继续行落去，因为咱知这不是一条直的路，但是一条值得的路，所以咱继续行落去。其实我牧师，我今年72岁，所以4年前退休。这牧师久久有一个感受，有时看到我这过去的同工还是兄弟姊妹，其实呢这条路真可惜，无都行到最后一个坎站。其实中间有时家己软弱，有时受试探，有时受到环境的引诱，行中途而废离开。有时看到因离开这个信仰，做一个牧师，有时心真艰苦。我相信，在咱中间，咱继续行这条值得咱行的路。咱今日好法保留，好法咱信仰的前辈，包括咱家己在中间的挑战的中间，想到保留去团队努力的中间，伊会当安尼继续行落去。我这句来讲，应该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力，去迄个所在，互保留去迄个所在欢喜，继续行落去。我相信去保留家己的培训的中间，咱看到什么？保留得到去体会到什么款的物件叫做这种的动力，这种的快乐，然后互伊去个所在来坚持行这条路。我相信用2句圣言节来讲起保罗所体会是。保罗的体会也就是咱你甲我，咱互相的体会，甲互相的鼓励。头前保罗体会什么？保罗体会到主的恩典教育我用，主的恩典行我的风声，因为主的恩典行我的风声，所以互我去耶稣基督来有信心甲听心。保罗因为这条路，所以虽然拄到多，总是有信心，因为在上帝恩典叫我风声，所以伊继续释放伊的听心，去为着伊关心的人。迄个信心甲听心，是因为伊建立起体会了上帝对对面来的恩典，体会着上帝对对面来的恩典，伫我内底，所以互我有信心，互我有听心。第二，保罗的体会是什么？保罗体会了家己，体会了家己的软弱。所以保罗去个所在中，欢喜夸口，啥？夸口家己的软弱，通耶稣基督的能力，国去讲，比如我讲复辟，大意讲啥？点伫我内底。所以保罗在主的恩典教我用，所以我欢喜夸口家己的软弱。我相信保罗的体会，也就是咱信仰这条路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咱体会着，在咱信仰的历程中间，咱体会着上帝恩典伫对面来，咱就看到家己的软弱，当咱的软弱，看到上帝恩典交给上帝手内，这就是咱的信仰。上帝恩典对天降落，咱将咱的软弱交来到上帝恩典中间，这就是保罗的信仰，这就是咱的信仰，这就是保罗所体会上帝恩典跟家己的软弱中间释放出来的能量。所以保罗这种的体会，所以伊传到生涯中间，伊就2个坚持。头一个坚持是什么？而且就是保罗勉励少年的提摩太，伊也讲，无论得时不得时，那就是专务用百般的忍耐吞忍，来教示、责备、警戒、劝勉人，将上帝福音传出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保罗去个所在知。在我团队生涯中间，我有这种的体会，有这种的经验，有这种
的信息的信仰，所以我就是要传道。咱做一基督徒也是同款，传道无拄拄是传教者，咱每一个人有咱传道，好的见证，用咱的生命做好的模范，这拢是传道，这就是咱的角色。所以保罗这种的坚持，到底坚持就是要传道。然后保罗佮这种的坚持讲，毋通讲，甲我人生的坎站到为最后。伊讲，那美好的仗，征战好的征战我已经征，就跑走的路我已经跑走，所信的道我守到芦苇。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保罗人生观，这就是保罗佢传道生涯所留予咱水的脚链，甲水的信仰。我相信今仔日是咱台湾西南医的奉献主日，透过今仔日奉献主日，咱来关心西南医的做事工。今仔日咱南门教会去过去一年的中间，咱们为了西南医奉献，关心事工，参与去做。咱来去用咱的金钱这个所在来奉献，咱去顶年一年的中间，咱无论是咱的后援会、咱奉献主日，也是在兄弟姊妹奉献，咱交出100万，咱继续来关心。所以今仔日是当然是咱的奉献主日，咱来透过这个来表达咱对历代牧师、传道师，我来到这个所在的信仰我的老师、吴生牧师等等，咱应该来感谢伊。咱来当为了信仰伊继续来关心甲带导，请邀请咱所有人大家来祈祷。天父的悲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日信仰伊的主日，也透过今日上帝你的话甲你的信息，搁一个拍动阮的心。阮拢是一个扮演上帝你呼召阮来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上帝，你祝福我，好去这条路的中间，继续头前来跑走，享受上帝你的恩典。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有一个短的西南医的一个请安的影片，就用这个来做报告甲请安，多谢。若毋是150元以前马街牧师的设立，吴伟仁甲孙雅国校长的继续规划，咱只是袂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教会伫即块土地的见证，可能也无共款。若毋是老师愿意认真教示甲影响，这学生就无法度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问题不在听众。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好，所以呢，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新学院的教室是现在学生未来的教会牧师学习的机会。每一摆上课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影响生命的时阵。在实体的，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啊，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甚至提醒，那这是非常难得的。教具育的赖鸿专老师，家己捌伫台神受过老师好模范的感动。伊认为耶稣当初都是用生命的教育门徒，通过实际生活的过程引带学生。亲像教务长张志伟老师提醒，用歌罗西书保罗讲的“定君受起责”来面对世代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在基督里，在根基里，在教会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台神8年前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以后，培养牧师、传教者、教会音乐服侍者以及灵性咨商的专业人才。希望加做教会的根基跟力量。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
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为了后一代就会当坚持。老师拢真重视信用根基的起做，这也是梁月梅老师当初决定要进入升学教育的原因。伊认为这是上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奉献性命的代志。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我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要回应上帝。满我赢我充满我，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神的老师甲主管做伙献诗的决志。因设立教育的目标是敬虔、知识甲宣教，毋但磨练家己甲学生，也是为着台湾的教会。今年度台神的经常费是6925万，要用伫师资的培养、教室甲宿舍的整修。远距教学、奖助学金、甲图书馆的设备甲册。阮需要更较侪人的关心，特别是你的关心、带导、甲奉献，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也是支持上帝听台湾福音伫这个时代会通代代相传，用听来生组织，会通结出更较侪这个人的关心。毋望伫即块土地讲出福音的故事，宣扬上帝的恩典。过去150多年的台神，有接受呼召的学生，有愿意研究教导的老师，以及侪关心、奉献甲支持。到即马甲未来，因拢会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甲历史。亲爱的兄弟姊妹，毋但是因伫写历史，你也是，咱拢是。好，多谢咱。真多谢柯永煌牧师信息的分享特别介绍这台神，希望咱较侪来关心台神的宣教的教育这是咱来吟培用的诗，圣诗575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575首，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任宽执事甲叶宏仪执事来书献。感谢，请起立。请坐。这点我来报告哈。各位消息，咱今仔是大神的奉献主日，咱真多谢柯永红牧师代表新人院前来本堂正道请安甲报告。咱也为着这新人院特别来关心吼。咱也详时为着柯牧师的事奉来代祷，咱多谢柯牧师。阮定今仔日吼，是咱新任长老的奉礼，执事团体干部就任的授职典礼，是因为北中牧者进修团无人记缘故因为咱牧师也坐伫这团内底所以缘故加在牧师伫遮足安全啦，较慢转来尔。咱感谢主。咱希望后礼拜11月12第2场礼拜中来举行，请咱一定来参与。后礼拜，咱11月12也要共款来开中执会，希望中执、新任、下任的拢一定要来参加中执会了要煞开小会，请咱有关人员来参与中执。时间检讨会，咱原预定11月18要召开年度的时间检讨会，请各组新旧任的会长，拢会当提早来完成咱的时间报告，请伫本周拜六前来交予办公室。圣诞歌，咱若要订圣诞歌的人，会当甲思涵干事来登记，有3种口味咱一定要11月2日来登记18块以后就变20块落以后咧就攞税具体消息，恭喜咱。硕伦执事利用无烟的电烧的革命新革命微创手术的排烟器的发明得到2023年第20届国家新创奖，感谢主咱也真替迄个硕伦执事来恭喜伊今仔可能还阁伫美国啦。告解消息。台北中会72届第3次的会议要伫大稻埕教会教会指挥甲圣歌队的学习是11月19下晡2点请大神李建一老师伊来合唱团指挥的研习会有兴趣的兄弟当参加
大道事项甲奉献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这时咱请丁牧师来报告他的惊险记啦这段路行报告以前，我先来欢迎今日伫咱中间真欢喜有几个以前的老朋友伫咱中间也新来我先来介绍赖冠华赖冠华伫边仔遮较徛较出来，大家较有看到来欢迎伊来伊是正义传道介绍伊来欢迎你来甲阮做伙请坐我搁介绍2位，会使讲3位啦为美国回来我以前的会友王翠栋博士因夫妇甲美蝶姐翠栋兄是捌做过咱北美洲台湾人教学协会的会长因即个倒转来伫遮真欢喜，今日特别看到恁，足久无看。请坐，也佫有陈宏阮的同工因为是我美国尔湾教会会友甲信惠姐贤惠姐来请。头先我甲问伊即个转来了，要转去美国，总是1月要佫转来投票。阮1月要转来投票，大概有40-50个人会转来投票看到卢洪国卢洪国甲静敏陪妈妈来，足欢喜。Peter 会当甲做伙来一下。毋知抑佫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我遮无啥物资料我来讲，我爱做一个见证其实我毋知影柯牧师今日用这个题目因为我拄好对帖撒罗尼迦转来咱头先读个圣经。伊讲伫帖撒罗尼迦3个安息日可能上帝认为讲，阮大家伫遐，我爱住3天安尼。阮本来照有定计划，顶礼拜3，阮为帖撒罗尼迦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就直接回台北。总是阮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机场的时阵，因讲飞机完全拢取消，因为土耳其航空公司受骇客攻击。有人讲，迄可能以色列骇客啦，因为土耳其即马甲以色列大使调到转来为着迄落所以被攻击了，规个拢乱清清。阮去到机场无法度倒转来。伊讲你若要到帖撒罗尼迦等，毋知等到当时才有飞机叫恁安尼倒转来。因为逐个拢是牧师，礼拜日拢有事奉，拜托领队讲，你看有啥物款的方式，互阮较紧会当转来。到尾阮。伫帖撒罗尼迦佫住2暗，阮即届要倒转来是为拜5中昼开始，为帖撒罗尼迦走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叫马其顿，一个机场驶4点钟的巴士去到遐，为马其顿共和国的机场，再佫飞到伊斯坦堡。伊斯坦堡遐专机爱往走的往走的足侪故事真多啦。到伊斯坦堡了，就飞到香港，到香港才佫转转来到台湾，昨暗12点半暝12点，才倒转来到厝真正头先柯牧师咧讲一个保罗的精神互我真深的感受咱咧读，阮拢坐游览车拢足舒服咧。保罗是拢行路阮是观光客伊是要传福音。逐所在，头先咧讲安徽普洱啦，PD 拄好即届阮拢行过，都为迄个所在经验保留迄种的辛苦，所以即届回乡的路真遥远36点钟才到位啦阮无顺利阮有买一寡系列的小点心啦看了刷了，恁有兴趣？我毋知好食歹食，人逐个咧买，阮就加减买小点心咧，糖仔边伫楼骹遐，看了要走的时阵，摕一块食看卖者啦多谢多谢柯牧师临危受命，我伫遐讲袂使，我没有把握礼拜天我可以回到这里来赶紧改换拜，本来第3礼拜来，所以马上换过来，多谢伊佫用今仔即个圣经节互我有足大的感触足大的感动多谢柯牧师是我的表兄啦
咱来吟册遣诗，上吟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愿。吟诗了，请科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上帝用你的话来启造阮的信心，愿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听来激励阮听上帝、听厝边，也听阮家己。愿圣神的保守、看顾，甲咱三个弟弟，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